大家好，肝臟係我哋消化系統裏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器官。咁今日等大家嚟了解一下肝癌喺呢個最重要嘅器官裏邊嘅治療策略係點樣去安排。肝癌早期嘅治療方法咧，最理想咧莫過於咧就係用呢個外科手術咧係切除呢個腫瘤嘅。咁呢個手術成唔成功咧，其實最主要咧睇兩大類。第一就係除咗呢個期數之外咧，第二就係睇個肝功能，病者個肝功能咧能唔能夠咧係承受得到咧呢個手術嘅。咁點為之呢個肝功能能唔能夠承受得到手術咧？術前咧醫生咧係會作出呢個適當嘅評估嘅，包括咧最簡單就係一個驗個肝功能啦，然之後咧做一個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咧係去量度你個肝嘅大細。最重要咧就係話我哋預計嘅手術係切除幾多肝臟，同埋咧剩翻幾多肝臟。現今咧電腦嘅科技發達，好多呢個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嘅軟件咧，亦都可以幫我哋計得到咧所謂我哋剩翻殘餘嘅肝臟幾多，從而咧去釐定翻咧呢個肝臟咧適唔適合咧係去做呢個手術嘅。咁一般肝臟嘅切除手術咧，其實而家嗰個做法咧係分兩大類嘅。第一類咧就係傳統開放式嘅肝臟切除手術，而對於一啲局部性或者係切除範圍比較少啲咧，我哋都可以考慮咧用一個微創嘅方式咧係去做呢個肝臟切除嘅手術。肝臟切除手術咧，一般個手術時間咧大概咧係4至6個小時。咁如果一切康復順利嘅話咧，大約1個星期咧就可以出院㗎啦。咁如果用微創嘅方法咧，嗰個康復時間咧都更加早嘅。咁大概咧可以3至5天咧就可以咧係返屋企。咁基本上手術之後返到屋企咧都可以過返正常嘅生活。咁但係因為有個傷口嘅緣故咧，我哋都會建議患者咧頭1個月咧亦盡量咧都唔可以做太多劇烈嘅運動啊，或者係搬抬一啲重嘅物件嘅。至於中期肝癌嘅治療方案咧，其實咧喺世界上咧目前嚟講咧，亦都有相對嘅爭議性嘅。咁就算任何期數、任何系統分類都好咧，其實每一個國家咧亦都有自己嘅分類系統，亦都好多時咧對於中期嘅肝癌嘅治療方案咧，暫時都未有一個統一嘅見解啊。點解會係咁咧？因為中期嘅治療方案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嘅策略咧係存在嘅。咁最常見或者係最長時間、最古老嘅方法咧，就係我哋俗稱所謂叫做打大髀針，即係話一個局部嘅治療。喺嗰個肝嘅動脈血管咧，我哋放一個導絲咧，係放入呢個局部嘅化療，係去控制呢個腫瘤。而呢個大髀針，我哋俗稱呢個 TACE 咧，其實咧已經係80年代咧係由日本嗰度開始引入嘅。咁除咗打呢個 TACE 之外咧，而家中期嘅肝癌咧都有其他好多新嘅治療，包括係一個放射嘅治療啦。咁而放射治療亦都可以分開兩類嘅。第一類咧，亦都係可以用一個介入嘅方式咧，做一個放射治療，我哋俗稱叫 Y90嘅堵塞術嘅。而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外置式3維嘅電療方式。咁英文咧我哋叫簡稱叫 SBRT。咁所以咧其實每個唔同嘅，就算中期嘅癌症治療都好咧，都有好多咧唔同嘅治療方法存在。咁最重要咧，一定要揾一個熟悉肝癌治療嘅專家咧，同你去制定一個咧比較合適嘅治療方案。至於患者點樣同醫生係去溝通，係去制定一個治療肝癌嘅方案咧？咁其實咧，我都建議咧，首先咧有幾個問題咧係可以咧，當呢個患者知道自己有肝癌之後咧，係同你哋自己醫生去傾嘅。咁你要首先知道咧，肝癌咧係一個比較特別嘅癌症嘅。除咗同其他腫瘤唔同之處，最大嘅分別就係話，除咗切除呢個腫瘤之外咧，或者係移除呢個腫瘤之外咧，個肝臟本身咧係有個功能喺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嗰個治療嘅有效性咧，除咗個腫瘤之外咧，佢係局限於你個肝功能咧係咪一個良好嘅狀態嘅。咁所以咧，首先咧，如果你個病者知道自己有肝癌之後咧，可以同醫生溝通，有幾個問題可以問。第一就係嗰個肝癌嘅期數咧，第二就係話你個肝功能咧係咩程度，究竟係一個肝酵素一個良好嘅程度啊，或者係你個肝功能已經係一個嚴重肝硬化嘅程度。第三就係話呢個肝癌嘅治療方案咧，首先咧可唔可以用一個手術治療切除，或者可以用一個射頻消融嘅方法去消滅個腫瘤，甚至乎第三樣咧，可唔可以做呢個肝移植係去處理呢個肝癌嘅？要知道咧，呢3個以上嘅方案咧，點解會咁樣講咧？係因為我哋知道臨床嘅數據咧，呢3個治療方案咧係最能夠帶俾呢個肝癌咧最大嘅成效嘅。咁當然，如果
患者不幸呢3個選擇都唔能夠暫時選上嘅時候咧，就可以同呢個醫生溝通，有第4個方案會唔會適合，可以用一啲藥物嘅治療啊、介入嘅治療啊，甚至乎咧係用一個電療嘅方法。要知道咧，而家嗰個醫學昌明，如果個癌症唔可以第一步做手術治療切除咧，並不代表咧嗰個癌症咧不能根治嘅。因為咧最近嘅臨床數據，我哋知道好多新嘅藥物嘅方法，包括係免疫治療啊，甚至乎結合埋呢個電療嘅方案咧，好多時咧我哋可以咧係將個腫瘤大幅縮細，從而之後咧係再考慮做呢個手術或者移植咧係去根治呢個腫瘤嘅。所以最緊要咧就係患者同你自己嘅醫生咧，首先咧就係問自己個肝癌嘅期數啦，第二咧就係你嗰個肝功能咧個狀態如何，從而咧係去制定一個合適自己咧嘅治療嘅方案嘅。其實好多病人咧知道有病之後咧，其實都唔係太清楚點樣同醫生溝通，因為唔怕講，無論你係肝硬化，甚至你係肝癌嘅時候咧，其實好多病人係冇心理準備。因為我哋好多個病友咧，其實到佢知道肝癌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已經去到中期，甚至係晚期。其實內心係好彷徨嘅，因為癌症對於我哋呢啲普通人嚟講，其實係一個絕症嚟嘅。當你驚惶失措嘅時候，咁自然好多嘢其實你諗唔到，都唔知點樣同醫生講，又或者唔知點樣去溝通。咁所以喺度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小貼士嘅啫。當真係自己知道自己患上肝癌嘅時間咧，喺現有咁資訊發達嘅咧，可能先去搜集一啲嘅資料啦。另外當然就係話，正如頭先我哋所講，我哋嘅會其實好多呢啲醫學講座啦，甚至我哋有啲醫學嘅短片嘅。咁患者其實喺當中咧，可以去睇得到原來肝癌係啲乜嘢嚟嘅。咁係咪有一啲治療嘅方案，甚至係有一啲嘅比較詳細嘅一啲方法，甚至係患者嘅經歷咧，其實都可以幫到呢啲患者咧，去將來同醫生溝通嘅時候咧，就更加明白自己應該同醫生點去溝通，起碼知道自己第一你係肝癌屬於咩期數啦，第二你自己本身對於嗰個肝病嘅情況，醫生可唔可以俾多啲數據你？譬如你嘅肝嘅狀況係點咧？你個肝酵素係點樣咧？我相信呢啲嘅知識咧，都係會幫助到你容易同你嘅主診醫生去溝通，因為當你一個良好嘅溝通嘅時候咧，先真正咧可以幫到醫生去幫你做一個最合適嘅治療方案。今日有關肝癌呢段片咧，就嚟到呢度。咁我哋希望我哋嘅分享咧，可以幫到大家有多啲嘅認知同埋多啲嘅啟發。如果大家唔明白嘅話咧，除咗可以聯絡你哋嘅主診醫生之外咧，同時你哋都可以揾我哋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求助嘅。希望我哋可以幫到你哋。